微笑讲客语，咪咪搜共好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再度收看微笑讲客语，咪咪搜共好吧。你知道接下来念的呢是客家人都会朗朗上口的哟，您听哦。容妹妹18歲，炒富茶賺妹架。容妹妹就是指羊，18歲就是18歲。我18歲，我18歲。炒富茶坐火車叫做富茶火車。轉妹架，轉就是回去的意思，妹架就是娘家的意思。那麼一開始我們說的那個酉妹妹，那個酉就是12生肖其中的這個羊。我們今天來談談12生肖。首先羊呢，在客家話叫做酉酉。那麼提到12生肖，就會問說，你是屬什麼的呀？這個你是屬什麼的怎麼說呢？你屬什麼的？叫做收馬該腦，收馬該腦。那個收這裡倒不是笑的意思，是指生肖的肖，我們發音是一樣的，念收，收馬該腦。你屬什麼的呢？如果你屬羊，就可以說我係酉妹妹啦，我18歲啦。好，開玩笑，當然你不一定剛好是18歲，可是剛好剛剛那句話是耳熟能詳的，所以常說我酉妹妹18歲。如果你是屬豬呢，豬叫做豬尾。不過說到豬啊，很好玩，有一個呢是罵人的話，叫做豬夾索。豬夾索，我很小就常常聽我爸爸一直說，哇，你豬夾索，意思就是說你不要像豬一樣來接那個瓢子啊，這個主人的飼料用瓢子來裝，那個瓢子還沒有全部把食物倒完，豬就不顧一切來搶着接這個食物，這就是罵人沒有禮貌，亂插話，亂接嘴，這叫做豬夾索，這樣知道了。那再講一個12生肖的蛇好了，蛇叫做傻狗。傻就是蛇，狗其實就是哥哥的意思。我叫你蛇啊，我叫你哥哥，我叫你阿狗，你不要來咬我哦。所以傻狗就是蛇。我們來複習今天學的，羊叫做酉豬叫做豬蛇叫做傻狗。收馬該腦，我收羊我係酉妹妹。好了，別忘了每次收看咪咪搜共好吧哦，再見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策劃。